先做幾個深呼吸，俾自己平靜落嚟。隨住每個深呼吸，感覺全身上下都變得越嚟越平靜，越嚟越平安。由頭到腳都變得好平安，好平靜。想象每一個深呼吸都係好深、好長，前所未有咁深層地去呼吸，前所未有咁樣將意識擺喺自己嘅身體，擺喺自己嘅心。平時好多時候，我哋都將我哋嘅意識，將我哋嘅心擺咗喺外間。我哋好多時都冇將專注擺喺自己度。而家邀請你將所有嘅專注，將所有嘅意識擺喺自己度，擺喺你嘅深呼吸當中，專注地每一個呼，每一個吸。每一個深呼吸都幫你將你嘅焦慮放低，將你嘅情緒放低，將你嘅煩惱呼晒出嚟。你會感覺前所未有一樣咁輕鬆，咁放鬆。想象有一道光由宇宙嘅深處照亮你，好溫柔咁揮灑喺你嘅身上面，感覺呢道光好似照耀住你，淨化咗你一樣。你嘗試繼續做深呼吸，你吸入呢道白色嘅光，然後你呼出嚟嘅係黑色嘅氣。呢道光幫你淨化你嘅身體同埋你嘅心靈，你嘅情緒，你蘊含咗內在嘅一啲嘅信念，一啲唔再適用你嘅信念，而家都可以容許呢道光幫你去淨化，容許佢哋都釋放出嚟，同時你可以釋放你自己。我哋變得前所未有一樣咁放鬆，咁平靜。慢慢，我哋進入到我哋潛意識嘅狀態。我哋為咗去令到自己獲得更加深層嘅平靜，亦都去探望嗰個內在掛住咗我哋好耐好耐嘅自己，我哋忽視咗好耐嘅自己。我一陣間會數5聲，喺5聲過後，我哋會進入更加深層嘅潛意識狀態，而過程你都絕對係安全平安。你只係變得越嚟越平靜，
越嚟越貼近你自己嘅內在。5、4、3、2、1。而家你進入更加深層嘅潛意識狀態，感覺你而家去咗一個空間，你可以俾自己探索一下呢個空間裏面嘅感覺係點樣，成個環境有冇咩特別？又或者，如果你係見到漆黑一片嘅畫面，乜都睇唔到，都一樣可以。又或者有冇任何嘅聲音，有冇任何嘅感覺、諗法、念頭，俾自己好好去觀察，嘗試去感受呢一刻最專注、最平靜嘅時刻。呢個內在嘅空間一直都好渴望我哋嚟到。我哋好多時候為咗生活嘅好多唔同嘅事情，而忘記咗內在嘅自己，甚至乎忘記咗內在嘅感受，我哋自身嘅感覺，將人哋嘅次序擺喺前過自己。有時我哋唔記得咗，原來自己都一樣會難受，我哋會委屈，我哋會感覺到好痛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經歷。有時我哋會話俾自己聽，唔緊要，捱過去就算。但係其實我哋內在有一啲嘅情緒一直都未被正視。我哋嘗試俾自己而家去感受一下，亦都去釋放內在呢份嘅情緒。即使你有任何嘅情緒，都唔代表你係一個壞人。人有情緒好正常，所有嘅人都會有情緒。即使你釋放咗呢啲嘅情緒，唔代表你好懦弱，反而你勇敢地去面對自己嘅情緒。呢個係你最堅強、最勇敢嘅行為，而你都係安全，可以完完全全面對自己嘅內在。你可以感受下，深層地去感受下呢份嘅情緒。如果可以，你試下去諗下，或者問下呢啲情緒背後有啲乜嘢想教導俾你。點解我哋會有呢啲嘅情緒？點解我哋會有呢啲嘅人生議題？必然都係我哋靈魂俾我哋嘅訊息。佢哋而家容許自己去感受，去釋放出嚟。如果你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感受，你都可以隨時先暫停錄音，去感受完，然後繼續呢個靜心。你可以想象每一個深呼吸都引領緊宇宙嘅白光去到你身體當中，佢幫你慈悲咁去理解自己，去擁抱自己，去接納自己。嗰啲唔再適用你嘅信念，都會被白光淨化、轉化成為一道道嘅黑氣呼出嚟。好大力咁呼出嚟，同時地
請你都好好地慈悲地對待你自己，容許自己可以有情緒，容許自己人生可以有低潮。每一個黑暗嘅地方，每一個裂縫，每一個人生嘅瑕疵，都係為咗讓到光可以照進你嘅內心，讓到光可以照進你嘅生命當中。唔需要怪責自己，我哋只係需要好好咁接納、擁抱自己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嘅淨化差唔多，你都可以慢慢去感受而家身體嘅感覺同埋內心嘅感覺。你唔一定要一次過將所有內在嘅情緒釋放晒出嚟，你唔需要強迫自己一定要好到一個咩嘅程度，因為無論如何你都一樣係咁好。如果你覺得已經有比較放鬆，你都可以慢慢跟住我一齊返嚟意識狀態。我哋感受呢道光已經為咗你好好地去淨化咗我哋嘅身心。我哋多謝呢道光，同時多謝我哋自己。我哋願意好堅強、好勇敢地面對自己。可能好多嘅地方、好多嘅嘢，我哋會好在意、好介意自己做得唔夠好。但其實你已經好叻，你已經做咗當下你能夠做到最好嘅決定。我哋都俾一個大大嘅擁抱俾自己，多啲去擁抱自己，多啲去連結我哋自己。每當你有情緒嘅時候，你嘅日常生活遇到唔同嘅事情，有煩惱嘅時候，記得停低，深呼吸，擁抱自己。慢慢我會帶你返嚟平時嘅意識狀態，我哋會變得前所未有咁放鬆、咁平靜。當你再有情緒，再有唔同嘅諗法，或者想做靜心嘅時候，都可以重複再聽返呢段錄音。接下來我會數5聲，喺5聲之後，你就會返嚟正常意識狀態，繼續生活。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你都可以張開你嘅眼睛，或者喐下你嘅手腳，去感受一下而家你所在嘅空間、成個環境，以及係你自己嘅感覺。